يعتمد صمم شغل الأسرة.那上一堂课呢，我们最主要是讲述到就是修习圣摩他的时候，那我们在正修圣摩他呢，会遇到五种过失。那遇到这五过失的时候呢，就要透由八行来对治。那这五种过失里面呢，第一个呢所讲述的过失就是懈怠。那在对治懈怠的时候呢，就提到说由前面四行呢来对治。那前面的四行呢，就讲到说，第一个呢，我们要先知道三摩地它的功德，以及三摩地殊胜的地方呢，有对三摩地升起信心。所以第一个呢是信。那第二个呢就是希求三摩地的欲心，所以第二个呢是欲。那第三个呢就是精勤修习三摩地的精进，所以呢第三个呢就是精进。那第四个呢就是我们精勤修学之后呢所获得的果报，也就是清安，所以第四个呢是清安。所以在对治懈怠的时候呢，透由四行来对治。那第二个过失呢，就讲到说就是忘失教授。那所谓的忘失教授呢，就是对于说我们所观修的所缘境呢，就是已经失去了所缘境，就是我们心无法呢缘在所缘境之上。那这个时候呢，就表示说我们要提起正念，透由正念呢来支持我们的所缘境。然后呢，我们在支持的时候呢，也不是这种散的方式呢，就是没什么力的方式来做支持，而是要将心提起来呢，让心呢对于我们的所缘境呢有一种有力的支持。那所以对治忘失正念呢，我们是用忘失教授呢，我们是用正念来做对治。那第三个呢，就是修持圣摩他最大的障碍呢，就是昏沉以及掉举。那我们之前呢有讲到说，就是沉默和掉举呢，它同样都分为粗分的沉默以及细分的沉默，然后粗分的掉举以及细分的掉举。那对治沉默的方式呢，我们在上一堂课呢也有解释过。那今天呢，我们就从第四个过失，也就是从不作行呢开始做讲述，然后讲说，如果我们要对治不作行的时候呢，要如何的对治。那我们呢前面就讲述到说，就是沉默呢跟掉举呢是修习圣摩他的障碍，所以第四个呢不作行，就是说当我们升起沉默或是掉举的时候呢，如果我们不加以对治呢，那这个时候呢也是一种过失。那我们之前有讲到，就是三种对治，就是透由正念呢来对治沉掉的三种状况。那最好的呢，就是在沉掉还没有升起之前呢，那正念就已经察觉，然后呢就予以对治。那第二种呢，就是正念一发生的时候呢，他立刻察觉，然后呢马上对治的。那第三种就是他沉默升起来之后呢，没有过太长的时间呢，他就发现，然后加以对治。所以呢，当沉默或掉举升起来，我们不去做对治的时候呢，这个呢就是一种过失。所以当沉默跟掉举升起来的时候呢，我们就要用相应的对治法来做对治。那这个就是讲到说，就是我们要透由作行，就是透由作意作行呢，然后来对治我们的沉默和掉举。所以这是第四个不作行。所以呢，我们就讲述到说，当沉掉升起的时候呢，我们要透由正念呢去观察。那对治的方式呢，也有讲述到说，就是我们之前在安乐道论32页的，就是倒数第3行的地方呢，也有讲述到，就是当我们呢升起沉默的时候呢，那对治的方式呢，就是去观想，就是三宝的功德，还有做光明想，或者说呢去做就是心风呢和虚空融合的这种教授。那如果呢是升起的呢是掉举，就是当我们的心呢太高昂的时候呢，那这个时候呢心会渐渐趋于散乱。那这个时候就要透由呢，也是透由正知呢去观察，然后呢由正念来安住。如果这时候还是没有办法安住的时候呢，那就要去思维像是无常，或者说三恶道苦、轮回苦等这一些方式呢，然后来对治我们的掉举。那接下来呢，我们就看到第33页的第2段，那就讲到说，就是当我们呢，就是沉默和掉举升起的时候呢，就是染即沉掉时，也就是说，当我们沾染的沉默和掉举，就是当沉默和掉举现行的时候呢，那不做对治呢是一种过失，所以就讲到说，第三个呢，
第四个过失呢是不作刑。那对治不作刑的方式呢，就讲说它的对治方式呢，就是当我们的沉没跟调举升起的时候呢，要在就是了知之上呢，依止作断之行。了知之上，依止作断之行，就是我们透由正念去察觉，然后在正念呢知道说我的沉调要升起的时候呢，那这个时候我们就要去依止作断之行呢，就是遮止这个沉调的这个方法。那如果说呢，我们的心的属元境太过猛烈的时候呢，因为太过猛烈而专注执持的时候呢，那这个时候呢，虽然会有明分，就是因为我们很用力在执持这个属元境的缘故呢，但是因为太猛烈的缘故呢，很容易会升起调举。那因为猛烈调举的缘故呢，这个时候呢，明分呢可能会不见，就是这时候仅仅会剩下助分，就是安住在所缘境之上。但是呢，我们对所缘境的这些细节呢，观修的部分呢，却很难呢观修的很明显。所以呢，我们应该就是观待推敲自己的经验，就是透由自己多次观修之后呢，然后透由自己的经验去了知。如果说知道我们的心呢，就是太过高昂的时候呢，然后有可能会升起调举的时候呢，那这时候就要让自己的心呢稍微有所放松。那反过来说呢，如果说我们这时候呢，仅仅就是只有助分，然后助分呢太浓，就是你没有仔细去观想所缘形象的时候呢，那这个时候可能会产生沉默，就是我们的心可能会感到疲累。那这个时候呢，就应该想办法提起我们的心力，让我们的心呢能够上扬。所以呢，这个呢就是要透由经验呢，然后让自己了知说，遇到就是明分不明显的时候呢，如果是因为调举的缘故的话呢，那这个时候呢，我们的心就要稍微的放松。那如果说放太松呢，又会让所缘形象呢，就是有所不明，快要遗失的时候呢，那这个时候再把心提起来。所以呢，这里就讲到说，当我们呢升起沉调的时候呢，就是要好好呢透由自己的经验呢，多次修行的经验呢，了知到说，如果这个时候是因为我们的心呢，就是心力过于强盛，然后可能会升起调举的时候呢，那这个时候我们就对所缘境呢不要这么的紧，在执持所缘境的时候呢要有所放松。但是呢，如果仅仅呢就是心放太松呢，虽然说你的所缘境还在，但是呢有可能呢会因此而升起沉默的时候呢，那这个时候我们就要提起我们的心力呢，然后呢让我们的心能够适度的就是安住在所缘境，而且呢能够保持它的助分以及明分呢，就是两者都要安住。那所以接下来呢，在33页的第3段呢，就讲到说，总之呢，我们的心呢，对于说沉调二者的调试呢，就是我们要好好的呢去调整我们的心，就是对于说沉默跟调举升起来的时候呢，我们要自己好好的去观察，然后要好好调整我们的心。因为我们的心呢是被于说就是调举呢，是因为现起调举的缘故呢，那这个时候呢，我们就要好好的呢安住我们的所缘，急求助分。最主要的呢，就是让我们的所缘不要忘失。那如果说在助分的时候呢，却染及沉默，就是这个时候，如果说我们的沉默升起来的时候呢，那应该呢就是要具足持直力的明分，就是这个时候呢，除了持直力之外呢，我们要保持住我们观修所缘境的这个明分。那如此二者交替运作而守护，就是两者呢，就是随时调整自己的状况的时候呢，那这个时候就可以承办无垢的三摩地。所以呢，就讲到说，我们对于如此二者呢，叫交替运作而守护，就是观察呢我们的明分以及助分呢，然后仔细的看就是沉默和调举是否有升起，然后让我们的心呢能够安住于助分以及明分。那如果能够好好的守护的时候呢，那这个时候就是承办了无垢的三摩地。但是呢，如果呢不具足定解坚固的持持力的明分呢，仅只是成名呢，是不应依信的。那这个就讲述到说，就是有时候我们在观修我们所缘形象的时候呢，我们会只要求说，就是我在观察的时候呢，我的所缘境呢能够现起来就好。但是呢，这边就讲到说呢，并不是说讲到
并不是说只有现起了这个清明的这个静呢就是足够的，最主要是说我们的心呢在执持这个静的时候呢，除了说你要显现所缘境，所缘境要明晰之外，那我们的心呢在执持这个静的时候呢，是要一个有力的执持。如果说我们心不具备这种有力的执持呢，仅仅呢只是现起了一个就是清明的这个静的这种影像的时候呢，那这个时候呢，它仅仅是属于成名而已，它不叫做升起摄摩他。所以如果仅仅是成名的时候呢，那这个时候我们也不应该去依靠它，觉得说我好像已经升起了摄摩他，并不是的，就是在所谓的摄摩他在执持对境的时候呢，心呢是要有力的呢去对这个境呢做一个执持。所以这边讲说，如果仅仅是成名的话呢，就不应该去依信。那最后呢，我们就讲到最后一个过失。那最后一个过失呢，就讲到说是作行。那什么是作行呢？作行就是说，当我们透由上述的对治呢，当我细分的这种沉调呢都已经遮起之后，那这个时候呢，我们就应该让心呢就是安住在三摩地的这个法上，而不是呢让我们的心呢继续呢去入于就是去想要去对治，然后一直去看说我的沉默跟调举是否有升起来。所以呢，第五个呢就讲到说就是作行就是说你这时候其实已经没有这些障碍，就你的沉调都已经消失了，但是你还是不断的呢在升起这一种想要对治的这一种对峙的心。所以就要说，当细分的沉调呢都已经断失，但是呢仍然心继续趋入于修习三摩地的法行，那这个法行就讲说你还是不断的在对峙，想办法去对峙。那这个呢就是做对峙行的过失。那这个就提到说它就是作行，就是你这个时候呢还是对于说你升起了对峙的这种过失。因为这个时候呢这个对峙，这个时候呢我们是不需要去做对峙的。那这个时候该怎么做呢？这个时候呢就是不要想着去要对峙什么东西，而是要让我们的心呢处于一种行舍的状况，也就是呢不要再去想说你要去对峙什么东西，而是让我们的心安住在三摩地之上。所以呢比对峙呢是不做沉调的对峙行舍而安住。那最后呢就讲述到说，对于善于守护上述的修法，就是说当我们对于上述所说的呢就是五种过失都了解，而且呢能够适时的呢就是去对治的话，透由八行呢去对治的话呢，那我们就能够依次呢获得九住心。那获得九住心之后呢，就能够具足身心清安的摄摩他。那这边呢就讲到说就是九住心。那在讲述到九住心的时候呢，我们就要了解到说，在讲九住心的时候呢，它同样会讲到说六力以及呢四种对治。那这个呢是我们所要了解的。那第一个呢，我们就要了解到说九住心。那九住心呢是哪九种心呢？九住心呢就讲到说第一住心呢就是内住心，那第二住心呢就是续住心，继续的续住。那第三个心呢是安住，第四呢是静住，第五呢是调伏，第六呢是极静，第七呢是最极静，第八呢是专注一去，那第九呢是等时。那这九种心呢就是九住心。那我们想要承办九住心呢，就要透由六力呢来承办九住心。那这六力呢就讲到说，第一个呢是听闻力，那第二个呢是思维力，第三个呢就是正念力，第四个是正知力，第五个是精进力，然后第六个呢是串习力，就是要透由六力呢，然后来承办九住心。那在九住心和六力之中呢，又具备了四种作意。那这四种作意呢，就提到说，第一个呢就是有力力的运转作意，就是呢我们要特别提起心力呢去思维的，叫有力力运转作意。那第二个呢就是有间缺的运转作意，第三个呢就讲到说无间缺的运转作意，那第四个呢就讲到说无功用的运转作意，所以又分为呢四种作意。那接下来呢，我们就讲述到说，就是六力呢，它是如何承办九住心的。那我们也讲述到说呢，第一力呢是听闻力。那听闻力呢，它如何承办九住心的第一心、内住心呢？就讲到说呢，我们一开始呢，在做九住心的观修的时候呢，那
一开始最初的时候呢，一定要从他人的地方呢，就是听闻教授。那从他人地方呢，就从善知识呢，或者说上师之前呢，听受教授。所以一开始呢，就是要从他人处呢听闻。那听闻之后呢，我们的心呢，就是透由听闻，让我们的心安住在所缘境的这种教授呢，然后透由别人的讲述，然后让我们的心呢安住在所缘境。那从一开始呢，最初的九住心的第一住心的时候呢，那从一切外在的所缘境呢摄心，就从一开始我们的心呢都是缘在外在的时候呢，然后从外在的所缘境收摄我们的心呢，然后慢慢的让我们的心呢就是向内呢专注于所缘，所以它叫做内住。就是一开始我们的心都是缘在外面的境之上，然后透由听闻的力量呢，然后让我们的心呢渐渐往内收摄，所以这个时候呢称之为是内住心。那内住心也就是透由听闻力呢来承办。所以呢我们一开始呢就讲述到说，就是我们透由呢初住心呢，就是内住心的时候呢，那我们一开始在观修内住心的时候呢，我们会觉得说，我们的心呢好像没有办法安住在就是所缘境上面，就是对于所缘境，我们会觉得说，好像一直没有办法专注在这个上面，然后我们心里面呢会产生各式各样的这种非理作意，然后你会发现说，内心的杂念呢好像变得越来越多，然后内心的这种杂念呢，它就像是流水一样，就是一个接着一个，一个接着一个。然后呢，这时候就想说，我怎么会有这么多的这种杂念？我怎么会有这么多的这种非理作意？就是各种念头呢会跑出来。那这时候呢，我们会觉得说，是不是因为说我现在开始修持了就是内住心的缘故，开始修持走住心，然后开始修习内住心的缘故呢，所以导致我的这种念头呢变得越来越多。那实际上呢，并不是因为说自己的念头变得更多，而是因为之前呢，我们的心呢总是一直向外呢，就是在心呢一直去向于外，没有向内呢，就是反观过自心的缘故。所以这个时候呢，最初我们的心呢向内反观的时候呢，会觉得说，好像我的念头变多了，但实际上呢，并不是，只是平时我们就有这么多的杂念，但是我们自己没有察觉而已。但是呢，透由这个初住心呢，也就是内住心的观察呢，就是透由正一，透由我们的正知跟正念呢去观察的时候呢，那这时候就可以发现说，原来自己的杂念呢是这么多。那等到我们串习久了之后呢，那我们就会发现说，你在观察这些杂念升起来的时候呢，就好像我们在路上呢，就是看到在马路上看到很多人在那边走来走去一样。这时候你就能够慢慢知道说，原来自己的心里面呢是有这么多的杂念。那透由这样的修习呢，就是这样渐渐的串习之后呢，那第二个呢就升起了思维力。我们就讲到说，九住心是由6力承办的，那第一力呢是听闻力，那第二力呢就是思维力。那思维力呢，它就是承办第二住心，就是续住心。就是这个时候呢，当我们能够了解这一点之后，然后再透由在的这个思维，就是不断的去思维呢，然后去将护我们最初的初心，就是一开始我们九住心第一心它的所缘境呢，然后这个时候我们好好去守护我们的所缘境的时候呢，所缘境，然后让我们所缘的心所缘的这个续流呢，还能够持续下去的时候呢，所以呢称之为是续住心。第二住心呢就称之为是续住心，就是让我们的缘在所缘境的时间呢，能够开始慢慢的变长。一开始可能是几秒钟，然后呢，接下来呢，我们可能1分钟或是2分钟缘在所缘境上面，然后呢，接下来可能3分钟或4分钟，所以持续的时间呢能够变长，所以第二住心呢叫做续住心。那在第二住心呢，就是应该说在初住心、内住心，还有第二住心、续住心的时候呢，那这时候我们会发现说，就是我们的心呢，就是沉掉呢非常的多，就是沉默跟掉举呢会一直升起来，然后其实呢，我们真正的专注在定上的时候呢，定分呢是非常的少，就是升起三摩地的时候呢，其实非常的少，定分非常的少，然后在第一住心跟第二住心的时候呢，我们心呢要专注在所缘之上的时候呢，我们必须要呢就是非常努力的去承办，就是要不断的呢让心专注于所缘。所以这个时候呢，在初住心跟第二住心的时候呢，这个时候就是4种作意里面的有力的运转，就是我们的心要不断的去努力，然后也不断的呢去观察内心的这种状态，所以呢叫做有力运转。
那接下来呢，就是第三柱星呢，还有第四柱星呢，就是讲到说它是透有就是意念力，或者说我们透有正知呢，透有正知的力量，然后来承办。那承办第三柱星呢，那第三柱星呢叫做安住星。为什么叫做安住呢？就是第二柱星的时候呢，我们的心呢，就是已经对所缘境呢，就是能够产生一个续流，就是心对于所缘境的对于我们的所缘呢，就是能够已经有一个相续的安住。那这个时候呢，就是在第三柱星的时候呢，安住星的时候，就是我们在心向于所缘的时候呢，就是发现说我们的心呢，就是缘着所缘，但是这个时候呢，我们的心又往外去，就是又没有缘在所缘的时候呢，它能够立刻的了知，所以能够让我们的心呢，再次的就是回归到安住于之前的这个所缘境呢，所以称之为叫做安住心，就是你随时发现说，哦，你的心好像又没有安住在所缘的时候，然后立刻察觉，然后让它又能够安住在你之前的所缘，所以第三柱心呢，称之为是安住心。那第四柱心呢，就是静住心。那静住心呢，就是透由，就是第三柱心呢，就是我们在安住心的时候是透由正知而产生，是透由正念力而产生。那透由这个正念力呢，对于我们的所缘境呢，就是不再令它散乱，然后能够再的收摄，然后让我们的心呢变得更为的细微，然后能够不断增上的缘故呢，所以称之为是静住心。所以第三柱心、安住心，还有第四柱心、静住心呢，它能够承办呢，都是靠着我们的正念力，透由正念力的意识呢，然后让心呢，就是能够再专注于所缘，然后乃至于让我们的心呢，能够变得更为细，然后不断的增上。所以第三柱心跟第四柱心呢，是透由就是正念力呢来承办的。那接下来呢，我们就讲到说第五柱心以及第六柱心。第五柱心是调伏心，第六柱心呢是极静心。那调伏心还有极静心呢，它是在六力里面呢透由第四力。那第四个力量呢，就讲说是正知力，就是因为我们透由正知力呢，就是知道说我们的心呢，就是往往呢就会趋向于，这个时候我们心已经不再向外。对着外境散乱，那这个时候呢，就会观察说，我们的心呢，往往是趋向于自己内心的这个非理作意，或者说呢，随顺着我们的这种随烦恼，所以这个时候就透由正知力呢，了知到就是非理作意以及随烦恼的这种过患，然后让我们的心呢，就是不要再流散于非理作意和这些随烦恼，就是让我们心不要再趋向于非理作意以及随烦恼。然后呢，除此之外呢，也透由正知力缘故呢，能够去思维到三摩地的这些功德。然后因为思维三摩地功德的缘故呢，我们的内心呢就会升起欢喜。那这种状态呢，就称为就是第五柱心，就是调伏心。那除了就是第五柱心呢是由正知力、第四力、正知力承办之外呢，那同样的呢，第六柱心、极静心呢也是透由正知力来承办。就是这个时候呢，我们透由正知力呢，已经了解到了散乱的这种过患。那了知散乱过患之后呢，那我们对于说我们在修持三摩地的时候呢，就能够遮止掉我们不喜爱修持三摩地的这一点呢，然后称之为是极静心，心能够安住于此呢，称之为是极静心。所以第五柱心还有第六柱心呢，都是透由第四力、正知力来承办的。那接下来呢，就讲到说，就是六力中的第五力呢，就是精进力。那精进力呢，它能够承办就是第七柱心，就是最极极静心，以及呢第八柱心专处一去。那精进力呢是如何承办？就是第七柱心呢，就是最极极静的。那最极极静呢，就是讲到说，就是透由精进力的缘故呢，虽然呢，我们这时候呢，我们的心它会升起这些细微的这种贪心，或者说呢是散乱，或者说像是昏沉等呢，但是因为呢有精进力的缘故呢，所以只要一升起这种细微的这些流散啊，或是昏沉的心，就是散乱心、昏沉心或是贪心这种烦恼的时候呢，它能够立刻的呢，就是将它断除，然后不会让心呢，就是安住在这种细微的贪心，还有说像是昏沉之上，所以称之为是最极极静，因为它能够快速的呢对除这些细分的这些贪心等。
那之前呢，我们讲到说，就是第一柱星还有第二柱星的时候呢，因为是沉调比较多，然后呢，定的状态呢，就是定分的状态呢比较少，所以是有利率运转。那从第三柱星开始到现在第七柱星呢，就是这五柱星之间呢，从第三柱星到第七柱星呢，因为这个时候呢，就变成说定分的状态变多了，就是它能够专注在所缘境的时间呢变多了。所以虽然说呢，它的柱分呢开始变多，但是呢，还是有时候会有出现就是沉默以及调举出来做障碍，所以这个时候呢，就是出现沉默跟调举出来的时候呢，那这个时候就是我们先要去对治它，所以叫做有间缺的运转作意。所以呢，在这边我们就讲述到说，就是第一柱星、内柱星以及第二柱星、虚柱星的时候呢，就是因为这个时候我们的呢就是昏沉还有调举的状况呢会比较多，然后定分非常的少的缘故，所以这时候我们要努力的呢去承办。所以呢是四种作意里面呢，就是我们讲说有利率运转，就是我们要非常努力的去承办，所以是有利率运转。那到了就是从第三柱星开始呢，一直到第七柱星的之间呢，就是我们的呢定分呢时间呢变长了，就是能够在处于安住在所缘的时间呢变长了，但是呢有时候呢还是会有这种沉默和调举呢来做障碍，所以在第三柱星到第七柱星之中呢，它的作意呢是属于就是有间缺的这种运转作意，它不用像在第一柱星跟第二柱星的时候呢这么强大的精进力或这么努力的呢去远在所缘之上，所以到了第三到第七柱星呢，就变成说有间缺的运转作意。那到了第八柱星的时候呢，那第八柱星它同样的是透由第五力精进力呢来承办。那这个时候呢，就是因为不断的持续着我们之前的这个正知还有正念的缘故，那因为正念呢越来越强大的缘故呢，所以呢，我们心绪里面的这个沉默还有调举呢，它没有办法来做障碍，所以我们能够持续的升起三摩地，所以这个时候呢，称之为叫做专注一去。那在就是第八柱星的时候呢，我们讲到说是透由精进力承办的。那这个时候呢，因为我们的心呢，就是常常因为正知正念的缘故呢，就是常常透由正知正念呢，所以沉默跟调举呢，它没有办法障碍。所以这个时候我们呢能够长久的呢就是专注在我们的所缘境之上，就是说我们在这一座呢，就是如果说你想观修任何所缘境的时候呢，你想要无论说你想观修4、5个小时呢，就是说10个小时呢，你都能够专注在你这个所缘之上，它能够长久呢让你保持在专注于在这个对境之上呢，所以呢这个时候在4种作意里面呢，它是属于无间缺的运转作意，就是它这时候它可以一直圆在所缘之上，完全不会中断的缘故，所以叫做无间缺运转作意。那接下来呢，就是最后一柱星呢，就讲到说第9柱星。那第9柱星呢，是透由6力里面呢，就是第6力串习力呢来承办。那透由第6力的串习力呢，然后来承办就是第9柱星。那在第9柱星的时候呢，因为透由长时间串习的缘故呢，所以这时候我们已经不需要依靠正知跟正念的这个作用了，我们可以任运的呢去入我们的所缘，所以这个时候呢称之为是平等住，就是我们已经不再需要透由其他的力量，然后你什么时候想要去入所缘的时候呢，你不需要再依靠你的正知正念的这些功用，你随时都能够进入所缘，所以称之为是第9柱星是平等住。那当我们呢就是升起第9柱星呢平等住的时候呢，那这个时候呢就是在4种作意里面呢称之为叫做无利力运转作意。为什么叫做无利力运转作意呢？就是一开始的时候呢，我们只要透由最初呢就是透由专注在正念上面呢，让我们的心呢就是在平等呢，让我们的心能够平等的呢住于所缘。那一开始透由正念力让我们的心平等住于所缘之后呢，那之后就不需要透由正念力乃至说正知力，然后我们能够任意的呢就是安住在三摩地里面呢，然后长久持续不断，所以这个时候呢不需要再特别努力，也不用再努力的缘故，所以叫做无利力运转作意。那上述呢，我们就讲述完了，就是9柱星呢，它是透由6力呢来承办。那6力如何承办9柱星，以及这9柱星呢，它是具备哪4种作意呢？那我们这边呢就讲到说，第
第一柱星呢就是内柱星，还有第二柱星呢戌柱星呢，它是呢就是在4种周易里面呢是属于有利力运转。那在第一个呢就是内柱星的时候呢，是透由第一力呢听闻力来承办。那第二柱星呢是透由思维力来承办。那第三柱星呢，还有第四柱星呢，就是安柱星以及第四柱星进柱星呢，是透由第三力呢，也就是正念力来承办。那第四柱星还有第五柱星，第四柱星第四力呢，就是正知力呢，它是承办第五柱星还有第六柱星，就是透由正知力呢，然后来承办调伏星以及前进星。那第七柱星还有第八柱星呢，就是最极静星，还有呢就是专注一去呢，是透由第五力呢精进力来承办。那第六力呢串习力呢，它就是承办第九柱星呢，也就是平等柱。那所以我们前面呢就讲到说，就是在第九柱星呢，就是等持星呢，或者说我们讲说平等柱星的时候呢，在等持星的时候呢，就是因为我们不需要只有一开始的专注的正念力升起之后呢，它就能够安住于在所缘，不需要再透由念之力，然后能够持续不断的缘故呢，所以叫做无力力的运转作意。那这时候呢，九柱星都已经升起来了，但是升起了九柱星的时候呢，我们还没有进入真正三摩地的境界，就是还没有真正进入就是止的定界。在解深密经里面说呢，这个时候呢，就是进入无力力运转作意的时候呢，我们的心能够随意进入三摩地的第九柱星呢，那这个呢只是随顺的摄摩他，它并不是我们所讲的就是正禅，或者说就是我们升起真正的摄摩他，这时候只是一个随顺的摄摩他而已。那升起这个随顺第九柱星等持星的时候呢，那这个时候会有一些微细的这个轻安，就是些微的这个轻安，然后这个轻安呢，它会不断的增长，然后增长之后呢，然后它会让我们的心呢，就是慢慢的呢，就是去向于就是对于善法呢，就是能够不断的心去向于善的时候呢，会升起这种安乐，就是想一直去向于善。那升起善心的这个时候呢，然后会让我们的心呢，就是对于说好像我们无法行善的这种粗重呢，它会就是慢慢的消失，就是我们头顶一开始会有一种比较沉重的这种感受。那这种感受呢，它会慢慢因为我们心去向于善法的缘故，然后心越来越欢喜趋向于善法的缘故呢，它能够熄灭我们就会感觉说，我行善的时候好像会感到疲累的这种粗重呢，它会消失。那这种粗重消失的时候呢，我们就升起了新的轻安。那因为新的轻安的缘故呢，我们会觉得说透由这个心能够堪能的缘故呢，心轻安的缘故呢，所以身体里面的这个风呢，它能够遍行到我们身体一切的支分。那身体的这种粗重呢，它也慢慢的远离。所以这个时候呢，就会升起一种非常悦意的这种身轻安的这一种身轻安。那身轻安升起之后呢，那身体呢，它就会升起这种身轻安的安乐。那升起身轻安的安乐的时候呢，心就会感到非常的欢乐。那这个身轻安的安乐呢，它慢慢减少的时候呢，然后这个时候内心呢才会升起一种殊胜的喜乐。那这种殊胜的这个特殊这个喜乐呢，它会慢慢的呢，就是从一开始非常的欢喜，然后最后呢慢慢的平缓。那等到他说他平缓到一个程度的时候呢，这个时候他就承办了就是身轻安的安乐，然后由此呢就成就了坚固的这个三摩地的轻安。那这个时候呢就称之为是进入了就是真正的摄摩他的状态。那这种状态呢，我们称之为叫做进入初禅尽分所摄的摄摩他。这个时候就属于初禅尽分所摄的这种摄摩他。所以上述呢就讲到说，当我们升起了就是第九柱星呢，就是等持星的时候呢，那这个时候还不是升起真正的摄摩他，它仅仅呢是属于随顺的摄摩他。那透由这个第九柱星呢，然后让我们的心呢就是慢慢的呢让我们的心呢就是一开始从心呢就是心出众的这个熄灭呢，它会熄除。那心出众的熄灭熄除之后呢，那我们就升起了新的轻安。那升起了新的轻安的缘故呢，那
因为心清安的缘故，所以就让我们的身呢，就是慢慢的能够堪能。那身因为堪能的缘故呢，那就是能够让所有身体里面的风呢，就是遍行于一切身体的支分。那身体的这个粗重呢，它自然呢就是消失。那远离了这个身粗重之后呢，那就获得了身的清安。那身清安呢，有讲述到说，身清安它体性呢是属于就是我们的处，就是我们身体的这个触受，它是属于安乐的这种触受，身清安是属于触，就是色身香味触里面的这个触，身清安是属于触。那等到升起了身清安之后呢，就会升起了身清安的安乐。那身清安的安乐呢，就会产生一种就是非常强大的这种欢喜的这种感受，非常强大的这种乐受。那这种乐受呢，它慢慢的消失的时候呢，然后能让你的心呢，就是坚固于我们所云的三摩地。那这个时候呢，才升起了心清安的安乐。所以当升起了身心清安的安乐的时候呢，那这个时候呢，我们才是真正的升起了圣摩他。那所以以上呢，我们就讲说如何来承办圣摩他的时候呢，先讲到说一开始呢，我们要具备就是承办圣摩他的6种资粮，就是6种承办圣摩他的一个准备。那接下来呢，就了解到说，那我们要升起圣摩他的时候呢，它会有5种过失。那这5种过失呢，就是要透由8行呢，然后来对治。那接下来呢，就讲述到说，那如何来承办圣摩他呢？那就是要经过9住心。那9住心呢，是透由6力来承办。那同样呢，9住心呢，它又分为4种呢不同的作意。那以上呢，就是对于圣摩他一个概略的讲说。那一般来说呢，就是我们在讲述到说修持三摩地呢，从一开始的前行准备到我们升起就是真正的圣摩他的时候呢，一般来说经典里面讲是就是透有6个月的时间呢，能够承办圣摩他。那这个是以一般的状况来说，当然是有一些呢，就是它本来就是术士呢常有串习，然后它具有具身的，就是对于圣摩他呢，就是比较相应的一些友情呢，所以有讲到说，有一些人他可能修习圣摩他呢，然后不用3个月的时间，他就能够升起圣摩他。那有的人呢，可能就是修了1年呢，也没有办法承办圣摩他。那总之呢，就是总的来说，一般来说是6个月呢，6个月之内就可以升起圣摩他。那升起圣摩他之后呢，就是无论我们的心呢趋向于任何的善法呢，都不会感到疲惫。就是无论像说你观修无常也好，观修悲心也好，或是观修菩提心也好呢，那因为有圣摩他为助伴的缘故呢，所以它都能够产生非常大的效果，非常大的利益。那所以我们就要接下来呢，就是回到安乐道论。那安乐道论呢，就是在圣摩他最后面这边呢，就讲到说，由于善于守护上述的修法，就是对于我们上述的修法呢，能够如理的行持呢，那就能够依次呢获得9住心之后，那获得9住心之后，我们就能够获得具足身心清安的圣摩他。那最后呢，就讲到说，就是结行呢如何行持。那同样呢，我们在一开始讲述到的时候呢，就讲到说，特别讲述后2度的修学。那特别讲述后2度的修学呢，那同样呢也是讲述到第一个呢，就是做上修的时候该如何修持。那做上修该如何修持呢？它同样的就是分为就是前行、正行以及后行。那前行跟正行呢，我们都讲述完了。那最后面的结行呢，后行就是结行呢，就讲到说我们要好好的发愿呢回向，所以就是如同前面所说一般呢，要好好的发愿跟回向。那第二个呢，就讲到说，那我们做与做之间呢，做兼修呢该如何的行持？那在做与做之间的时候呢，我们该就是要阅读呢阐述圣摩他道理的这一些佛经还有论书呢，就是如同前面所说，就是对于我们在做上修的时候呢，我们在正修的时候呢，你所修的是什么法类的时候，那你在2座之间呢，你就要去阅读相关的这种论点，而不是在2座之间呢，就是让你的心又流于散乱。那这样的话，修行的相续呢就没有办法持续。那对于说我们所观修的呢内容呢，我们就没有办法持续稳定的，然后来做观修。所以在中间休息的时候呢，都要去看相关的阅读相关的这些内容。那接下来呢，我们就看到就是智慧的体性，圣观修习之理。那
这边呢就讲到说，同样呢，我们在观修智慧的体系呢，圣观也是一般我们所讲述到的毗婆舍那修持的道理呢，它同样呢也是分为就是做上修的时候呢该如何行持，那以及说做间修的时候呢该如何的行持。那做上修的行持呢，它同样呢也是分为就是前行、正行还有急行呢这三者。那首先前行呢，就如同我们在修持的时候呢所说到的，应具备呢前述的前行法行。那这边想到说，就是如同在修止的时候所讲到的，那修止的时候所讲到的前行是什么呢？就是要具备呢，就是我们总的前行。那总的前行呢，就是具备了加行六法的修持。那殊胜的前行呢，就是要具备就是共下士道以及共中士道的这种修行法类的修持，所以要具备呢总的前行、加行六法以及殊胜的前行呢，就是共下士以及共中士的这种修持。那具备了这些之后呢，那特别呢就讲说，那我们如果要承办呢毗婆舍那或者说证得空性的圣观的时候呢，该具备怎样的条件呢？那特别呢是要从如理依止的善知识的地方呢，然后修习圣观的教授。那这边呢就讲到说，我们要如理的去依止呢，那这个善知识呢，它本身呢就是要对于空性方面呢，就是有特别的这一种修持的善知识呢，然后在这种善知识的跟前呢，然后去修习圣观的教授，也就是修习菩提婆舍那的教授。那第二个呢，就讲到说，我们应把上师呢，还有本尊呢，做无二无别的观修，就是上师还有佛呢，做无二无别的观修。那将上师还有佛呢，做无二无别的观修之后呢，那我们要以猛力心呢去虔诚的这祈请，所以就是以前进的心呢，对和本尊无二的上师呢做祈请。那第三个呢，就是精勤的尽罪集之。那对于这三种修法呢，是我们想要获得证得空性的见解，或者说证得空性的毗婆舍那呢，然后是不可或缺的一个情形。那这三个内容呢，也就是文殊菩萨呢，在传授给宗喀巴大师的时候呢，告诉他最主要的三个教解，就是如果说我们想要证得空性呢，最主要所要具备的三个条件呢，第一个呢，就是要在就是对于空性的这些教理呢，就是要去做闻思修，所以就是要从呢对于空性呢有特别理解的这种善知识呢，然后从他的做前呢，然后去做听闻，然后以及思维，然后好好的呢去观修空性。所以从善知识做前呢去听闻，然后呢思维修习圣观的教授。然后第二个呢，就是将上师与本尊呢做无二的这种观修，然后来做祈请。然后第三个呢，就是尽罪集之。那我们呢就讲述到说，修习就是圣观的时候呢，还有分为就是做上修该如何，以及说做间修呢该如何。那做上修该如何呢，又分为前行、正行还有结行。那前行呢，我们在上述已经讲述完毕。那接下来呢，我们就看到34页的第一行，就是接下来呢，在讲述正行的时候呢，那正行呢又分为两个。正行呢又分为就是觉则人无我的修习之理，还有说觉则法无我的修习之理。那简单来说呢，就是正行它把它分为就是觉则人无我，还有说觉则法无我。那无论说是觉则人无我呢，还是觉则法无我也好呢，那所谓的人无我跟法无我呢，就是一般我们所谓的空性。那什么是空性呢？空性就是说，现在我们所知的一切法之上呢，我们所了解的一切法之上呢，都有其空性。那什么叫做空性？空性就是这一法的究竟实相，所以讲述的空性呢，也就讲说究竟实相，就是这一法呢，它真实存在的相状，所以我们称之为是空性。那在讲述究竟实相或是空性的时候呢，我们又把它分为就是两种。那两种空性呢，就是分为人无我以及法无我呢这两种。那在这里呢是分作法无我，但是呢在般若人无我和法无我呢这两种，那其实上呢空性的分类呢有很多，在般若经里面呢就有讲述到说像是2种空性，或者说4种空性，还是16种空性、18种空性、20种空性，就16空性、18空性、20空性。但是呢这些所有的空性呢，我们最后把它收摄起来呢，就是可以把它收摄为所谓的人无我以及法无我这两种。所以在这边抉择的时候呢，我们就讲到说抉择人无我以及抉择法无我。那接下来呢，我们就看到34页的第2段。
那第一个呢，就讲到说，就是抉择人我的修习。那该如何来抉择人我呢？那在佛经里面呢，虽然说讲述了，就是我们在抉择人我的时候呢，是要透有无边的正理呢，然后来做观察。但是呢，对于说我们这种初业行者来说的话呢，无边正理来说，对我们来说太浩瀚了，太多，那我们可能没有办法一一去理解，所以呢，我们可以把它收摄为就是四种扼要，就是这边讲的呢，初业行者如能够用四种决定力，就是四种扼要呢，然后来做抉择的话呢，那我们能够更容易的呢去了解什么叫做人我。所以一开始呢，就是透由四种决定力呢，就是四种扼要呢，然后来讲述就是如何抉择人我。那这边呢，我们就先讲述一下什么叫做视觉定义。那视觉定义就是我们刚刚所讲到的呢，就是四种扼要。那这四种扼要呢，就是我们一开始呢在修学空性的时候呢，对我们来说非常重要的四种理路。那第一个呢，就是讲到说所破决定扼要，就是呢你要先了解到说，那你想要观修空性的话呢，那空性的所破呢到底是什么？所以第一个呢，你要先了解到所破呢是什么，就是要认明所破。所以叫做所破决定扼要。那第二个呢，就讲到说呢，周遍决定扼要。那什么叫做周遍决定扼要呢？就如果说第十成立呢，它是存在的话呢，那要么诸法，还要么就是第十成立一，要么呢就是第十成立多，要么一，要么就是多。我们知道说二以上就是属于多数，所以你要是存在的话嘛，要是就是以一的形式做存在，要么就是用多的方式呢做存在，不会超出这两种的缘故，所以叫做周遍。它要么就是遍是一，要么就是遍是多。所以你要是第十成立的话，要么就是第十成立一，要么呢就是第十成立多。所以这个叫做周遍决定扼要，就是说要么就是一，要么就是多，所以它是遍的，是周遍的缘故。那第三个呢，就讲到说呢，离第十一品扼要，就讲到说呢，为什么呢？它是如果是第十存在的话呢，它要么就是第十一，要么就是第十多。但是第三个就讲说，它不是第十一的原因呢是什么？那第四个呢，就讲说离第十异品，异就是相异的意思。那离第十异品扼要，就讲说，那它如果是第十多的话呢，还有怎样的过失？所以讲说离第十异品扼要。那我们在讲述呢，就是抉择人我的时候呢，那一开始呢就讲到说四种扼要。那四种扼要的第一个呢，就是所破决定扼要。那所破决定扼要呢，就是第一个呢，我们要证明所破。我们要知道呢，所破呢到底是什么东西，就是空性呢，它所要遮止的这个到底是什么？因为你唯有遮止了这个东西之后，你才能够了解；遮止了所破之后呢，你才能够了解空性。所以第一个呢，我们要先证明所破。那证明所破对我们来说，为什么是非常重要的呢？因为如果说我们如果没有办法呢，把所破呢，就是适当去做破除的时候，如果说我们破的不够的时候，就是我们所破要是太狭小、太狭隘的时候呢，就是破的不够全面的时候呢，那这个时候呢，因为你破的不够的缘故呢，所以你的所破呢，它还是会有所存在。那有所存在的时候呢，那对于说我们具身的这种我执、具身的这个实质呢，它是没有任何的损伤。那因为对于说具身实质没有任何损伤的缘故呢，所以我们会堕入争议边。所以就是说，你破的不够的时候呢，你是没有办法了解到空性的内容。那同样的呢，反过来说，如果说我们破太过的时候呢，那一个是破的不够多，那第二个呢是破太过的时候。破太过的时候，你会认为说我们所显现的一切法，就是你所认知的一切法呢，就全部都被破掉。你会认为说一切法呢都是不存在的。那这个时候呢，你就会毁谤就是这些存在的法。那这个时候呢，又堕入了损减边。那这个时候就会产生非常大的过失。所以第一个呢，我们要刚好认识到所破到底所破是什么，就是你要破的呢，就是不能破的不够，也不能破太够，就是要刚好在中间的程度，所以叫做中观，所以要破的刚刚好。所以第一个呢，我们要了解到所破呢到底是什么。所以第一个呢，就是认明所破。那一开始呢，我们就讲说，那我们该如何认明就是所破呢？我们该如何去认识这个所破呢？那这边我们就看到34页的第3段，就是讲到说修习之理。那我们该如何的来观修呢？就是包括呢，我们在就是熟睡的时候，或者说乃至刚醒来的时候，无论说熟睡或是我们刚醒来的时候呢，我们支持我的这种
这种心呢，指使我为实有的这种心呢，那在我们的心里面呢是很确实呢，然后很坚固的支持的。那这种坚固的支持呢，我是实有的这种心呢，就是所谓的具身的我执。因为他所支持的这个我呢，觉得我是如此真实的这种执着呢，就是具身我执。那我们举一个例子来说的话呢，那我们如何去观察这个具身我执是如何产生的呢？如果说，比如说呢，我并没有犯任何一件过失，假如我并没有做某些过失，没有犯某一些过失的时候呢，但是别人呢，他却是在讲说我有这样的过失，然后他在因为这样子污蔑我的时候，那这个时候呢，我心里面会怎么想呢？就是想说，我又没有做这些坏事，但是你现在却污蔑我做了这些坏事，我就一直想到说我没有做这些，你为什么要说我有做这些？所以这个时候我们一直想到我。那这时候想到我的时候呢，这个想到我呢是非常真实，而且非常独立的，会想到一个说，我呢为什么要被你这样污蔑？你为什么要说我做了什么时候？那这种我呢，它会非常明显的呢，在内心升起，就是这个时候支持我的这种形象呢，会非常明确在内心升起。那这个呢，就是我们具身我执呢，它支持我的这种方法。那这个时候呢，当我们发现说，我只想到我的时候呢，那这个时候我们要在我们的内心呢，就是分一分出来呢，然后来做观察，就在支持这种强烈支持我的当下呢，然后内心呢再分一分出来呢，然后来做观察说，这个时候呢，我们来观察这个具身我执，它支持我的这个我呢，它是如何去做支持的。然后呢，它又是怎样支持的？就是透过这种方式呢，然后来认明所破的这个我到底是长什么样子，它到底是什么样的一个相状。所以呢，我们就讲到说，就是当我发现呢，就是我的心呢强烈在支持我的时候呢，那我应该把一分的心事呢分出来呢，然后去观察，然后观察说这个支持我的心呢，它是如何支持我的，然后它是从什么地方呢支持我的。但是呢，就是我们观察，就是在观察的这个心呢，它不能够太强烈，因为如果说我们观察这个心太强烈的时候呢，那我们之前呢就是支持我的这个心呢会消失。所以呢，我们是要以呢，就是细分的心事呢，就是升起一个强烈的，就是支持我的心之后呢，然后以一个较为微弱的这个心呢，然后来做观察。因为这个观察呢，就是我如何存在这个心，我太强的时候呢，那前面呢支持我的心呢又会消失。那有一种状况呢，就是说，当我们要观察呢，就是讲到说我们要去观察说具身我执呢，它是如何呢去支持我呢？就是实体存在，或是我是自信成立的时候呢？那这个时候就会想到说，比如说呢，我走在一个就是非常就比如说走在悬崖旁边好了，走在这种悬崖峭壁边的很危险的路的时候呢，那这个时候呢，我会担心呢，我自己会掉到悬崖下面去。那我在担心我掉到悬崖下面去的时候呢，这个时候我所担心的是我的身体，所以这个时候呢，我会把这个身体呢显现为我会觉得说，我好像会堕到悬崖下面去的时候呢，那这时候你想的其实你想到你的身体呢会掉下去，所以这个时候呢，你会把显现呢你的身体是我，或者说呢，另外一种状况呢，我们就是会担忧啊，我造了这么多的恶业，那我是不是能够堕到地狱去？那这个时候呢，是因为我们心里面在想嘛，我造这么多恶业，我会不会堕到地狱的时候，这个想到的我呢，又想到说我是这个心，又会把这个心呢显现有我。那这种状况呢都是不对的，你不能把你的身体呢想为我，也不能把你的心想为我。那会有这种各式各样的状况呢，有很多，但是我们所要观察的呢，就是我们从无始以来，就是持续呢，就是我的具身我执呢，它支持我的时候呢，是如何来做支持，是用这种方式去观察，然后会发现说呢，我们所支持的我呢，会觉得说，因为一般我是怎么存在的呢？我存在的方式呢，就是我们是在我们的身，还有在我们的身体，在我们的心之上呢，身心合之上呢，然后透由名言，还有我们的声音呢，去安立的。但是呢，如果说我们现在显现出来的我呢，并不是呢显现出它是仅由分别心去安立在我的身心的合体之上呢，而有一个显现出
独立的实体的这种我的时候呢，那这个呢才是我们这边所要认明的所破，也就是呢这个我呢才是具生我执呢它所执持的实体的我的存在的方式，那这个呢才是我们所要认明的。所以这边呢，我们再看回到就是安乐道论。那安乐道论里面呢，就是在这个修习之理的后面呢，又是讲到说，就是我们呢，就是在这个时候呢，要用1分的心事呢去做观察，然后会发现呢，具生我执呢，它所执持我的地方呢，要么就是把五蕴呢执持为我，要么就是把我的心呢执持为我。那除此之外呢，就没有其他执持的方式。那就是刚刚所讲述到的，所以呢，但是在事实上呢，就是五蕴的每一个蕴呢，或是身心随意呢，就无论身体或是我们的心的任何一个呢，它都不会是我。我们仅仅呢是在五蕴的聚合或是身心的聚合呢，这个呢也不是我。那我们却以为所谓的我呢，我们会认为说我呢好像不是在这个蕴体或是身心之上呢，就是假名安立的，而是执持呢最初一开始的时候呢，就有一个独立的这个自我。那一开始认为一开始就有一个独立，就是不需要关带的五蕴的聚合，或是不需要关带身心的聚合，一开始呢就有一个真实独立的这个我呢。那这种我呢，就是具生我执它所执持的我的这个道理。那具生我所执持的这个境呢，它所执持的这个我呢，也就是我们这里所讲的，就是所破的这个我，就是我们所要遮破的这个所遮品的，就是我们所的空性的所破的这个我呢，就是具生我执所执持的我。那这个我就是之前讲到的，我们不需要关带蕴体或是身心之上，透由名言去安立，它是不需要关带蕴体以及不透由名言去安立，有个真实存在的我，这个是所谓所破的我。那对于这样的所破的我呢，并不是因为透过别人的讲说之后呢，好像别人讲的时候呢，我好像理解到说原来呢这个叫做所破的我，或者说这个名词呢，这个所谓的这个文字呢所表达的呢是我，并不是透过这种方式，而是我们的心绪呢是真的呢要很清楚的了解到什么叫做所破的我是什么，就是心绪上要如实的去了解。那你心绪上能够真实的了知到具生我执所执持的我是什么之后呢，那这个呢就是4种决定义中的第一个决定，就是现所遮品的决定义。那现所遮品就是我们显现的这个所遮品呢，就是我所要破除的这个我，所以就是我们第一个所讲的所破决定2要，就是你要先决定你的所破，先知道你的所破是什么呢，这个呢是最重要的。那所以呢，在这边呢，就是一开始呢，我们就是在讲述到说，就是我们要了解到呢，就是了解空性的时候呢，就先讲到说要觉遮人无我。那在觉遮人无我的时候呢，我们就要先讲述到说，你要认明你的所破。所以认明所破的时候，我们讲到说人无我的时候，你讲到说人无我的时候，所谓的所没有的这个我呢，它所代表的意思呢，到底是什么？那所没有的这个我呢，就是我们这里所讲述到的所破。那这个我呢，无我的这个我呢，就是所破，也就是说呢，具生我执所执持的我呢，它到底呢是什么样的一个相状？所以具生我执所执持的我，就是我们在讲述到无我里面的这个我呢，就是所没有的我，它到底是一个什么样的相状？因为呢，我们如果没有办法明确的了知到无我的我，它的意思呢是什么的时候呢？那要么就像前面讲的，要么我们就是堕入于断边，要么就是堕入于长边。那如果是堕入于长边或是断边的话呢，那我们就无法理解呢，就是远离长断的2边的空性。所以你如果要真实理解空性的话呢，你一定要非常的清楚的了解到说所没有的这个我，这个所破呢，它到底呢是一个什么样的相状。那格西呢这边就讲一个故事，就是说以前呢在康区呢就是有5位出家人，那他们就是为了学习叫做想要认识想要学习空性，那他们呢就跑到拉萨去，那跟随着就是夏密院的一个住持呢，然后学习。那夏密的住持呢就给他们一些教授之后呢，就说其实我也不是很清楚，如果你们想要学习的话呢，那你们可以去卫藏这个地方呢，卫藏的某一个地方呢，然后跟一个上师学习。那他们到那个地方呢，就是跟随这个上师呢学习这些空性的教授之后呢，那有一次呢，就是有一个施主呢，就是
把他们5位呢就是请去吃饭。那这施主呢把他们5个找去吃饭的时候呢，就说啊，请你们来吃饭的时候，然后他们5个人呢就吓得呢抓着那个以前西藏的房子，就是最下面那一层呢是给就是马啊羊啊住的地方，然后2楼呢才是人住的。那他们到1楼去的时候呢，听到那施主要找他们去吃饭的时候呢，他们就非常的害怕，然后抓住那个拴马的那个柱子呢，然后就说啊，我是不存在的，我是不存在的。所以如果说就是这个意思呢，就代表是像是我们在安乐道论里面所讲述到的。如果说我们对于呢我们所破呢不是真正去理解的时候呢，你只是透由别人的讲说，或者说呢你只是从文字上去理解的时候呢，你自己心绪不了解什么是真正所破的时候呢，你可能会搞错你所要破除的对象，然后你可能会因此而感到害怕。那这个呢是有可能会发生的，所以才讲说为什么呢你要认识所破为什么是这么重要的缘故。那今天因为时间的关系呢，我们就先上到这边。那接下来就是说，就是接下来呢，就是他要开始就是上寺庙的课程。那所以礼拜6早上的时间呢，他可能没有办法，因为礼拜6早上他可能要持续，就是为寺庙的法师呢，就是上密续的课程。那所以就是说看。星期3晚上的课我们可以持续，所以星期3晚上6点半到8点半可以持续。那看是不是把礼拜6上午的课呢移到礼拜6下午，就是3、6的晚上呢6点半到8点半。那大家看可不可行？因为接下来的内容呢不是很多，可能就是在2个星期内呢可以结束。那就是把安乐道论结束之后呢，那阁下可能就是会暂停，就是我们的课程，那就是先全心全力的呢帮寺庙的这些法师上课。那等到3、4个月之后呢，就是寺庙的课程就是大概都结束之后呢，那再继续看说是否为大家呢就是上密续道地的内容，或者说要上什么内容呢？那到时候可以再讨论。那大家就看看说，就是星期3跟星期6的晚上呢，是否可以持续就是上安乐道论。